主。栓子，钱叔，人都他妈哪儿去了？小侯爷，您有何吩咐啊？人呢都？跟着夫人和二夫人去了。上哪儿去啊？去那么多人，打群架呀？怎么着？还真打群架去了？打谁呀？说，云家，什么？这他妈还成了黑社会了！栓子，你看家，钱叔，带路，快走，找他去！让小侯爷，你别说啊，还有多远啊？前面就到了。前面休息一下吧，老夫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先前面再说吧。啊，好。姐，姐姐，你来看小妹也不至于这么劳师动众吧？你看小妹家破败，怕招待不起这么多人呢。不用招待，他们还等着招待你呢。这位就是二夫人吧？正是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您就是原来雪影姐姐的贴身丫鬟二女吧？您看，这变化这么大，我一时半会儿啊没看出来。二夫人莫怪呀。你，二女，不用多说。今天来没别的，就是想起了一句古话。什么话呀？姐姐请赐教。欠债还钱。原来是为了我们家债务的事儿啊。姐姐，您上次不是说好了暂缓1年吗？上次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，可如今呢，我再也见不着我的孩子了，今非昔比啊，妹妹。姐姐这话，这好像是把小产的事儿怪在妹妹头上了。就是因为你，姐姐才动气小产的。今天啊，本姑娘就是要来讨个公道。二女，一码归一码，今天来就是要债的。对，就是要债。没钱的话，就拆了你这个院子来抵债。姐姐啊，您这不是要逼死人吗？妹妹说的哪里话？你欠钱，我要债，天经地义。就算是告到官府，我也占着道理，不是？你说对不对啊，妹妹？还不动手！二娘子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拆房子都不会了。我保护夫人、二夫人，不会拆房子。我会，我们会，我们能拆，动手，我们拆。姐，怎么办啊？姐，你管管呀，姐！哎，小侯爷啊，这到了，就这。小侯爷，这就是云家的宅子。年前一场大火呀，烧的是面目全非呀。可是云家的姑娘是利落的人，这不是稍加修整，跟新的一样了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小侯爷，门开着呢。有人吗？你管管呀，怎么办呀？都住手！住手！你干嘛呢？小侯爷，我平时干活怎么没看你这么有劲儿呢？啊！夫人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家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何错之有？对，要债没错，但是逼债就不对了。我哪逼债了呀？我好意替他们找了买主买他们家地，替云家还债。可他们呢？不就是地吗？眼不见为净，我赔给你。把地契拿来。痛快！笔纸，签字画押。站住！给我拿回来！别让我说第2遍。姐，这是咱家地契啊。欠债还钱，
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别说是地契了，就算是要我姐这条命，他们要，该给也得给。姐，咱不卖地契，你求求我家哥哥，看看还有什么。住口！云家虽然破败，但钱财散尽，脸还在呀。你们是云家的男丁啊，今后当家的，怎么能说出这种没志气的话呢？来，乖。地契虽然没了，但姐姐还在呀，不用担心啊。姐，这地是咱云家最后的产业了，这不是叫地契，这是叫命啊！姐，我们兄弟虽然不懂事儿，但也知道云家破败后，要不是您一手撑着这个家，我们兄弟二人早就不知道被卖到哪儿去了。都是姐不好，是姐太笨了，姐对不起你们，姐没有照顾好你们，姐对不起三爹三娘啊！姐，不是这么说的，谁家没几个兄弟姐妹？可谁家的兄弟姐妹都有爹有娘，唯独我兄弟俩，就你这么一个当姐的，坐堂上您就是爹娘。云家一把火烧成白地的时候，谁能料到咱家还有翻身的机会？是您没日没夜起早贪黑的操持，才维持的这个家。每次说到这儿，您都是笑，冲我兄弟俩笑，冲下人笑，冲王家夫人笑。乡亲们都知道您爱笑，脾性好。可谁知道这些年您辛苦，谁又知道他王家一句话，鸡蛋太多要降价的，您就蹲在鸡舍边哭了一宿。哪只鸡您不认识？一只接一只的杀，杀完抹泪，转身又是笑，笑给谁看呢？笑得我兄弟俩偷偷哭了一宿，割的人心里都是口子。那时您只当我俩小，其实早就明理了，装不知道罢了。别说了，其实这事儿不赖他们王家，要不是王家哥哥不嫌弃咱们的话，硬是借给咱们钱，叫咱们姐弟三个还不知道身在何处呢。可如今他们要收咱家的地呀！云家不容易，我知道，庄子上的乡亲们也都知道。可咱们既然坐在台面上，就要说台面上的话，不是？你闭嘴！陈君阳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我知道是因为孩子的事儿，你这几天表面上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但是你心里憋得慌。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这么逼人家，你就开心了吗？啊，孩子就能回来了？云姑娘，今天是我们王家失礼了，从今以后啊，这地契的事儿不会再提。还有，明年的鸡蛋一定不会降价。走，走，走了。姐，人走了。真走了，都走了，再哭会儿吧，迎姐姐进展。真走了，姐，要不咱歇会儿再哭？哎，这哭得我一身汗。我早料到胡丈房这一走啊，肯定会有这么一出，早料到了。哎，你们俩刚才演的还真好呀，刚才那出哪儿学的？姐姐还没教过你们呢。姐，这是心里话，我和二哥私下里说的，怕你伤心，从没告诉过你。
姐。这个回家啊！夫人，这口气真咽下去了。怎么好像是我错了一样？又不是我带人来的。夫人，二夫人，您回来了。那个云家，小侯爷，您回来了。这俩还管事儿吗？那廖银九，那差谋，这俩功夫空前绝了个后来。特别是那廖银九，360度转圈无死角，大唐1等1的高手。什么他妈高手？跟拆迁办似的啊！我看以后真要举后。哎，不是侯爷，那个小侯爷，上！侯爷，哎，你有话说。你干什么去？我问问那云家的情况啊。大门擦了没有啊？擦了，倍儿亮，您看看。拿椅子在这等着，等什么呀？等风啊！等风干什么呀？啊，风来了刮土，土刮起来门脏了，接着擦。不是叔，这天儿挺冷的，叔。哎，叔，你。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夫君，夫人也是不甘心，想出口恶气。你别生气。你闭嘴！这事要不是你，也不能闹这么大。夫人是去找茬打架、撒泼耍横，你呢？你起哄架秧子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憋回去。终于逃过一劫，夫人，对不起了。夫君没必要跟小孩子撒气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丢了咱们侯府的人。夫人，这几日大家心里都不好受，你心里堵得慌，想找个人撒撒气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你就算是把云家拆了、烧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该发生的事儿已经发生了，你心里就痛快了吗？夫君，夫人小产，只要身体无大碍、健健康康的，咱们再想要孩子，随时都能有。就算是你想要生个粗剧队，咱们都能行。可是你要是真是心里落下病了，这可真不是1天2天能治得好的。夫君的话雪也明白，刚刚在云家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这几日确实走火入魔，只要夫君不弃，雪影一定再接再厉，替王家传后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我还能嫌弃你？这怎么跟哪儿还学会表忠心了？夫人啊，只要咱们心态好，以后孩子咱们想要就还能有啊。哎呀，还流点眼泪来，咱以后多提这事儿。官人，您看怎么样？5步一阁，10步一楼，廊腰漫回，高檐雅琢，不错，不错呀！您看了一上午了，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？司马迁史记中曰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哎，官人，司马迁又曰：贵上极则反见，
见下级则反跪。跪出如粪土，见取如珠玉。官人，您说了半天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太贵了，便宜点。走，100两去，快走！切！嘿，哼！切！哎呀，王兄，别再犹豫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没犹豫啊，我根本就没兴趣。不是，那这半天你问东问西的，好奇啊。既然王兄对宅子不感兴趣，钱银可感兴趣？钱我当然感兴趣了，不过买宅子是花钱，又不赚钱。哎，王兄有所不知，这几年大唐国力日增，各地客商那是络绎不绝，奇珍异宝也是汇聚长安。玩的人多了，花销就上去了，花销上去了 GDP 就上去了，是不是 ？GDP 不知道吧？你个村炮，村炮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那接着说吧。花销上去了以后呢，地价就跟着往上涨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唐也有房地产泡沫，是吧？这个房地产泡沫你懂吗？泡沫呢，就是说，房价涨得越高，就越有一群傻叉追着要买，你说怪吧？正是如此，东市西市的房子已经卖到将近6000贯一尺了。哦，往北的2条街，由于能看到王宫，那房价也是蹭蹭的往上涨。就连长安城南边的地界，由于靠近宣武门，又是将军得胜回朝的必经之路，那也是今非昔比呀。那要这么算的话，好像比2环的房子还贵啊。不过房地产的泡沫终归是泡沫，它终归是要破灭的。大唐呢又没学会像后世那种卖地皮赚钱，这招可不要脸，我跟你说。所以啊，这个追涨必套。子豪兄眼光犀利，但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还有其二？正是。大明宫要扩建，这个消息你听说了吗？按照历史书上来说的话，应该可能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要扩建。大明宫扩建，那周边的道路、房子都要变动，带动一片繁华。哦，这翠聚阁毗邻大明宫，王兄聪明人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也就是说，通车加 CBD 覆盖，总的规划就放在这儿了。以后怎么样，反正应该是会看涨的，是不是 ？CBD 啊，不解释，你就说我说的这个意思对不对？基本正确。那也没兴趣。既然王兄实在是兴致寥寥，那在下也不做劝说了。告辞。随行就走吧，多坐一会儿嘛。那我就多坐一会儿。这个大明宫要扩建的消息啊，其实我也是今天才听说。王兄为何消息如此灵通啊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打架，不骂人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哎，崔兄啊，那要是拆迁的话，那些民宅拆了之后可怎么办？作价赔账。哦。那崔兄买的那些宅子，是不是也在这赔账之列啊？不在此列。哎呦，真的不在此列。不过请王兄放心，隔壁的宅子在1000之列。哎，有拆迁的事你不早说，跟我扯什么 CBD 啊？走，看房子去。哦，这就是要拆迁的那条街啊。这好像没什么人啊。80%是搬的差不多了。可能是。子豪兄要找什么样的房子？不看装修，不看朝向，就看大小。一会儿咱们俩分头找一间最大最破。这是为何？房子破好跟屋主砍价，房子大好跟政府要钱啊。子豪兄深谋远虑，在下佩服。嘿，走，还跟我客气。崔兄果然好眼光，真是又大又破啊！好房子，
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二位有事吗？哦，你是房东？是的。我想问，你这宅子出不出售啊？你开个价吧。二位官人，看你二位衣着不俗，想是大户人家，怎么会看上我这所房子？嗨，我就喜欢忆苦思甜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就开价啊。1万贯。你抢钱啊？这么贵？二位难道不是为了迁移而来？真的，上官大人的儿子的小妾跟刘大人家丁的二舅跑了。是啊，我也是刚刚听孙夫人说的。我还听说啊，工部的李大人在外面养了外宅，被他老婆发现了。啊，李大人的夫人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啊。是啊，所以李大人。然后呢？哎呀，二位夫人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夫君回来了啊？夫君坐，没聊什么，就是拉拉家常。哎，夫君，你整日不见人影，都在忙什么呢？我也学夫人做做生意，赚赚钱，去了趟通顺大街，买了处房产。通顺大街，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大明宫现在要扩建了，通顺大街要拆迁。夫君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？明知道要拆迁，为什么要在那里买房子啊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是学问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去兰陵公主那边听听朝廷有什么新政策。然后呢？李大人接着说，下面呢？李大人，没下面了。笑死我了！殿下，王修王小侯爷来见，请。夫君，兰兰，夫君，快尝尝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饼干酥。还真酥啊！好吃好吃。你穿那么喜庆干嘛？嫁人啊？夫君来的真是不巧，本宫刚刚进宫一趟，皇兄说许久不见我，特地差人找我进宫去谈谈闲话。夫君要不在此稍等片刻啊？不等了，不等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你。再顺带问一下，朝廷打算什么时候具体怎么迁移到通顺大街啊？迁移到通顺大街，根本没这回事啊！啊？不可能吧？这都是那些无良商人为了把房子卖出高价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。夫君不是连这也信了吧？何止信了！哎呀，我先走了。我再给你讲讲东市王屠夫的故事。我再也不想听没有下面的故事了，我都要吐了。哎，你这孩子懂什么呀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女人聊这些才有意思嘛。哎呀，哎，夫君怎么了？刚刚出去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哎，今天我算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就算在大唐，也不能听信小道消息，也不能老想着捡漏。就算在大唐，卖房子的也不靠谱。是不是通顺大街那边出问题了？投资失利，中了圈套。虽然损失没多少，但是心里很不爽。那就行了，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。就是的，夫君，有我跟夫人给你宽心呢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。我这回到家倒是宽了点心了。那当然，在家有我和二女伺候你呢。有夫人伺候我吃，伺候我喝，还伺候我。哎，夫人，把老四叫来吧。夫君，哎，不是，别想歪了，是正事儿。王修经常跟什么人来往？朝中重臣，
倒是不太来往，只是和一些闲散贵族走得较近。除此之外，只是和兰陵公主有来往。兰陵公主？正是。你们二人倒是有点用。明白没？啊，去吧。谁？是我呀，你都闻不出来了吗？啊？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这